主后2023年5月7日，每日圣安讲读经，女性也通继承家业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约书亚记16章第1节到17章18节。约瑟的后代抽签所得到的地，是对瓦郡耶利哥的约旦河起，用耶利哥东边的河水做边界，北经过旷野直到伯特利的山区，搁对伯特利到罗斯，经过阿基人的境界到阿塔略，搁往西落去到阿利提人的境界，经过下伯荷伦的境界到基色，通到地中海为止。这个就是约瑟的后代玛拿西甲以法莲所得到的家业。下面是以法莲的后代照因的宗族所得到的土地的边界，东边对阿塔略、阿但尼到顶伯荷伦。这个边界往西通到地中海，北边对密米他，往东西到他纳士罗，经过阿那的东边，对阿那往南落去到阿塔略，搁到拿拉，通到耶利哥，直到约旦河为止。这个边界对塔普亚往西，顺加拉溪，通到地中海为止。这就是以法莲支族照因的宗族得到的家业。另外，伫玛拿西人的境内，将几个城甲附近的庄舍分予以法莲人。以法莲人无法度将住伫基色的迦南人赶出去，迦南人住伫以法莲人的中间做苦工服侍因，直到今仔日。下面是约瑟的大囝玛拿西的后代抽签得到的家业。马结是玛拿西的大囝，基列的开拓者。马结是勇士，得到基列甲巴珊。约瑟的囝玛拿西其他的后生，就是阿比以谢、希勒、阿苏列、示剑、希弗、示米代，因的子孙照宗族嘛抽签得到土地。玛拿西的元孙、马结的曾孙、基列的孙、希弗的囝塞勒菲哈无囝，只有查某囝，就是玛拉、拿阿、哈拉、密加甲得撒。因来到祭司以利亚撒甲伦的囝约书亚，以及正领袖的面前讲：上主有命令摩西，着阮甲阮的亲族相款分着家业。约书亚就照上主的命令，予因甲因的阿伯阿叔共款分着家业。伫约旦河东边的基列甲巴珊地区以外，玛拿西阁抽签得到10份的家业，因为玛拿西遐个查某孙伫伊的子孙中得到家业，这个地分予玛拿西其他的后代。玛拿西的地界对阿舍起到示剑东边的密米他，往南到阮塔普亚的住民遐。塔普亚地区归玛拿西，毋过玛拿西边界的塔普亚城属以法莲的后代。这个地界对遐落去到加拉溪，溪南边的城镇虽然伫玛拿西境内，毋过属以法莲。玛拿西的地界顺
加拉溪的北边，通到地中海为止。伊法莲伫南边，马西伫北边。地中海是因西边的地界，亚瑟伫西北边，以萨迦伫东北边。马西伫以萨迦甲亚瑟的境内有伯先、以伯莲、甲多尼，以及因附近的庄舍。阁有阮多尼、他纳、米吉多这三区，以及因的住民甲附近的庄舍。毋过，马西人无法度将遐个城的住民赶出去，甘人坚持要住伫遐。以色列人强盛的时，就互甘人做苦工，无拢将因赶出去。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讲：上主有赐福阮，互阮成做大族。你若甘担，互阮抽一支签，分一份做家业。约书亚因因讲：恁若人济，嫌以法莲山区伤矮，恁通去比利洗人甲利法因人地区的树林开垦。约瑟会互代讲。迄个山区无够阮住，搁住伫伯先甲附近的庄舍，以及耶苏列山谷的迦南人，拢有铁的战车。约书亚对约瑟家，就是以法莲人甲马拉西人讲：恁人济搁强盛，应该毋拿一支签会分互恁。规个山区拢是恁的。迄个地区虽然有树林，恁通开垦，到边界就拢属恁。甘人虽然有铁的战车，搁强盛，恁嘛会当甲因赶出去。女性也通继承家业。以法莲和马拉西是约瑟的后生，因个家族拢分配着土地。马拉西支族分着的土地。一部分伫约旦河东边，一部分伫约旦河西边。马西的大囝马吉英勇善战，因为大囝身份的缘故，得到2份土地：约旦河东岸的基列和巴山。马吉的6兄弟分配着约旦河西岸的土地，其中一位是希弗，伊的囝舍勒菲哈有5个查某囝无生后生。就算法律明定男女拢有财产继承权，现今台湾还是用男性继承财产占多数，因为袂少人有财产传后生无传查某囝的观念。早时伫土地继承权是男性专属的古代以色列，舍勒菲哈的5个查某囝，伫因老爸死了后，勇敢来到祭司约书亚甲众首领的面前讲：上主命令摩西，着互阮甲阮的亲族相款分着家业，所以照上主的命令，因也甲男性亲族共款分着土地。舍勒菲哈的5个查某囝继承家业的故事，伫圣经有出现2遍。民数记27章第19、21记载，舍勒菲哈死了后，伊5个查某囝来到会幕门口，对众首领和会众讲：敢讲因为因老爸无囝儿，就甲伊的名抹消是无？因要求通分着老爸的产业。摩西将案件向上主陈明，上主对摩西讲：你嘛着吩咐以色列人讲，人若死无后生，就着将伊的产业分互伊的查某囝。马拉、拿阿、哈拉、密加、得撒、
这5位女性的事迹提醒咱，就算无男性通传承家族知名和产业，女性也通继承，互老爸的名和产业会当保存落来。这个女性勇敢对抗长当时父权社会的文化，也得到圣经作者的支持甲肯定。另外，今仔日这段经文也提到以色列人口成长的情况。以法莲和玛拿西人口众多，需要更较大的土地，就向约书亚抗议土地分配不足。约书亚对因讲：恁若人济，嫌以法莲山区伤矮，恁通去比利洗人甲利法因人地区的树林开垦。印刷提图，带点伫平原的甘人有铁战车，这伫迄当当时通讲是上先进的武器。约书亚指出，甘人创然有铁战车，势力强大，要是通甲因赶出去。不过，以色列人并无赶出甘地的所有住民，甚至当因强盛的时，也无甲甘人拢赶走。咱看到，上帝予每一个族群拢有安居之地。以色列大支族定居迦南以后，生活伫无同的文化中，也面临新的挑战。每一个时空拢有无同的挑战，求主帮助咱，每一个群体拢通有安心立命的基础。求主也引导咱明白伊的旨意，照伊吩咐约书亚的话来行。你定着勇敢壮大，遵行我的仆人摩西所命令你一切的律法，毋通偏左偏右，安尼你无论去倒位，拢会事事顺利。默想，今仔日是5一劳动节，这5位女性的故事带予我甚物启示？今仔日是5一劳动节，这5位女性的故事带予我甚物启示？做伙来祈祷。上帝啊，感谢你，无论男女你拢看重。伫这个依旧动荡的世代，也求你，予每一个族群拢有安全的基础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